喺 X 檔案第10季第3集《莫探員與郭探員遇見變身怪物》中，該劇以喜劇方式顛覆咗傳統狼人故事。劇集講述咗一個名叫蓋伊曼嘅蜥蜴狀生物，喺被人類咬傷之後，喺白天會變形為人類。該劇嘅喜劇效果源於蓋伊曼對人類生活嘅完全困惑。作為一個突然被迫以人類身份生活嘅蜥蜴生物，佢發現自己喺手機店工作，銷售佢唔理解嘅技術產品，着住感覺束縛且唔舒服嘅衣服，與顧客進行毫無意義嘅閒聊，擔心房貸、退休計劃同其他人類問題。蓋伊幽默地向莫探員抱怨人類生活幾咁疲憊同毫無意義，起身通勤返工，假裝關心事物，返屋企睇電視，第二日再重複一遍。回歸嘅解放，經過短暫而令人沮喪嘅人類體驗後，蓋伊曼決定佢受夠啦。喺劇集結尾，佢話俾莫德計劃冬眠1萬年，然後喺莫德面前變返蜥蜴形態，最終跑進森林，終於擺脫咗人類存在嘅負擔。咁樣嘅劇情真係令你唔知係應該笑定係嗌。你話蜥蜴變人嘅戲劇化嘅情節，原來係為咗諷刺現代人嘅生活。我哋每日朝早起身返工、行街買嘢、同人傾偈，夜晚返屋企嘅電視，第二日又重複返呢啲冇意義嘅routine。人類社會搞到連蜥蜴都覺得好悶，寧願去瞓覺1萬年都唔想做人。你睇下，我哋成日覺得自己好文明進步，但係原來喺蜥蜴眼中，我哋只不過係一群無聊嘅生物，每日返工10幾個鐘，為佢哋自己都唔知點解要買嘅嘢而努力，成日扮到好關心其他人，其實只係為咗禮貌，仲要擔心佢根本唔知會唔會發生嘅事，好似退休計劃咁。最搞笑係蜥蜴要去賣手機，佢連自己都唔明白個科技。你睇下，好多人類其實都係咁，成日追住最新款嘅電子產品，但係其實都唔知自己點解要買。我哋就好似被社會洗腦咁嘅，盲目追求咁唔知有咩用嘅嘢。蜥蜴仲要着衫，佢覺得好束縛。你睇下人類社會，成日要你着咗所謂得體嘅衫，唔可以太隨便。但係其實着得舒唔舒服先係最緊要。我哋為咗俾人攞到體面，就要忍受唔舒服嘅衫褲鞋襪。最後蜥蜴決定走返去森林，瞓過1萬年。你話佢係咪好醒目呢？人類社會咁多規矩，咁多壓力，咁多無聊嘅，咁一瞓覺就可以過咗成個時代。等佢醒返嚟嗰陣，可能人類都已經滅亡咗啦，咁啊可以繼續過返啲嘅蜥蜴生活咯。其實呢個古仔都幾有深度，用輕鬆啲方式去諷刺人類社會。我哋成日覺得自己係最聰明嘅生物，但係原來喺其他生物眼中，我哋嘅生活方式可能好可笑。我哋為咗你無聊嘅日日操勞，但最後有咩意義呢？或者我哋真係要停一停，睇下自己做緊嘅嘢究竟有咩意義？我哋係咪真係比蜥蜴更加聰明呢？定係我哋只係一班為咗無聊嘅而忙碌嘅傻瓜呢？呢個古仔真係令人深思。